嗰個係收費上邊嘅話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減價嘅情況喺度咯。咁變咗就你見個股價其實高位咧都落咗唔少啊，都係反映緊咧市場擔心緊咧嚟緊可能嗰個係收費上邊咧會有一個係下調嘅情況。好啊嚇，今日股價咧係靠穩咧升翻1毫半啦，但係佢個走勢方面咧，呢排咧見到喺高位落翻嚟之後咧，明顯俾個市跑得弱啲，好似咧唔係好跟得上個市嘅反彈。點解會咁咧 Kenny？呢個就業績嘅問題啦，因為你見到佢出咗業績之後嘅話咧，其實就都睇到有一個係即係倒退嘅情況喺度咯。咁所以變咗嗰個頭先講啦，就擔心咧就係嗰個供應過剩嘅問題，而導致到咧嚟緊佢哋嗰個業績可能進一步轉差。好啊嚇，我哋跟進埋另一位觀眾嘅 Apps 啦。阿 Queenie 想問隻石藥1093嘅，佢就話自己6個8買咗，問翻咧今日咧就收喺6個9啦，升咗半成，高位見過7蚊樓上添嘅咯喎。應該就唔使問止蝕位啦，可能係上網幾多或者係幾時止賺先啱喎，係嘛？嗱，藥股又近排勁啊！就除咗話一啲 biotech 嘅部分之外嘅話咧，其實就啲傳統啦，譬如石藥嗰啲話咧，個累積升幅都勁嘅。咁啊，石藥當然自己本身都有佢哋自己嘅好消息，因為佢有2隻藥啦嚇，就嚟緊都係即係進入呢個中國嘅藥監局上邊咧，就係批准一個係臨床啦。咁所以都係創新藥嚟嘅。咁大家知道其實就算傳統藥企嘅話咧，如果佢哋創新藥嘅比例相對嚟講高嘅，大家都會對佢哋嗰個 profit margin 睇得比較樂觀啲，估值都會高啲。咁所以呢啲消息都係幫助得到佢做好。我自己覺得破7蚊嘅機會都大嘅。我會 set 翻上一次嗰個高位做目標咯，大概係7個8度嘅水平㗎。好啊嚇，睇完 Queenie 嘅問題，再跟進多一隻股份啦。望翻咧應該就係呢個斯摩爾方面嘅問題啊。想問隻係6969啊，又22蚊買咗，應該係揸住啊，定係而家放住佢先喎？廿幾蚊，29蚊啊？22啊，佢話。22其實捱少少價位啦，我覺得會揸住先嘅，因為斯摩爾其實你見到之前咧都公布業績啦，咁其實都係好嘅。第二就係話咧其實內地方面咧嗰個係之前就即係整改翻一啲係電子煙上邊嗰個行業嘅話咧，反而係利好啲大廠，因為佢本身係幫一啲美國品牌做產品嘅，咁所以佢嘅質素相對嚟講都係比較高，同埋嗰個價錢都高，所以叫股價走勢近排都靚嘅，所以我覺得上翻去你買個位唔難咯。好啊，即管睇下咧，22蚊係咪到到啊？呢排嘅升勢咧相當急嘅。仲有一位觀眾都可以幫埋佢咧，阿 Ken 啊，想問隻762聯通，佢話自己7蚊買咗，上望10蚊得唔得喎？定係應該要止賺咗先咧？10蚊其實又係差好少嘅，咁我覺得就都即係機會都大嘅，同埋你見到近排嚟講走勢嗰度都係即係雖然升得慢啲，但係都叫做係即係穩步上升啦。第一就係話其實都有政策嘅，因為之前咧都有講翻就係話國家俾三塊電信商去做嗰啲係同都係 AI 相關或者係雲端相關嘅即係整合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個消息方面咧都升咗啲上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睇10蚊嘅目標嘅話咧，我覺得可以揸住先咯。好啊嚇，我哋股價方面望到隻762升咗2%過外嘅。咁多股份傾咗 ，Kenny 有冇揸住？都冇嘅。好多謝你，聽日見。銀行網上及流動股票買賣服務，隨時隨地進行買賣，一站式服務盡享投資機遇，交易系統穩定可靠，立即申請啦！本地水產同農作物帶俾你全天然味道。哇，係新鮮嘅海葡萄啊！呢啲係紫色嘅得唔知，第一次見啊！港式酥餅製法大有學問，黐好啦，好咧！香港系列之原味道，星期6晚8點，翡翠台。60位少年全力爭逐男兒運。12台 TVB Plus。玉林係正骨水，恭喜舒筋活絡，冇晒酸痛，撐起更多享樂。本地大學研究
雀巢易消化水解蛋白，獨特性 No.1。